看过选举消息，再来看云林的消息。云林县口湖乡有一位阿嬷为泰国寄来台湾30几冬啊。云林县新住民者委协会甲口湖乡乡公所联合起来，为这个阿嬷办泰国过年的泼水节，希望讲会使感受到故乡温暖。 囡仔手提水枪抓水，大人这边嘛输人唔输阵，场面真热烈，个趣味。对啊，没关系，还是比较好啊。伫咧口湖乡有一位泰国妈寄来台湾30几冬，因为翁婿过身，加上无子孙有效，所以云林县新住民姊妹协会为着这位阿嬷开始办泼水节，可以感受到亲像伫咧故乡同款烧热。来台湾已经30几年了，老公就没有了，又没有儿女啦。今年的天气虽然真冷，不过无影响到大家泼水的热情。除了精彩表演，搁亲像越南和东南亚国家服装表演。伫咧台湾有真侪位国外嫁过来新住民，除了平常时会当和姊妹做伙斗阵开讲气象，嘛借这个活动来牵连无共民族的感情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